人讲搁较做着出头天，恁讲是毋是咧？这4年举办一届奥林匹克拄价竞赛，英国拢是西方国家才会餐饮高人摕到奖牌。今年咱台湾的高餐台团队呢，头一摆用台湾国家队的身份去比赛，伫西餐2个项目拢着摕到2块金牌。另外，伫咧航拍做点心的项目，也有摕到2金2铜的好成绩。桌顶一盘搁一盘的料理，互人喙烂直直流。主菜是日本和牛，前菜是红鲢鱼、虾仔配青菜，搁有点心。顶悬搁有梅花代表台湾，这拢爱伫5点钟来完成考验学生之间的密课。出嘴，啊你紧出来，赶快！今年高餐台老师带6位学生头摆参加德国 IKA 拄价大赛，因爱准备70个人的餐点，搁爱克服德国天气伤寒的状况。这摆团队搁为台湾炸冰冻虾仔加入料理，也因为虾仔的肉质甜，评审是真介意，所以摕到金牌好成绩。冰冻的虾仔，因为伊的虾仔，互阮食起来感觉真 Q 弹，而且佫肉质甜。我该适应迄物件会无共，爱伫比赛的会场爱如何去应变。德国 IKA 拄价大赛是餐饮界上大比赛，高餐台除了西餐有好成绩，伫烘焙项目也摕到金牌甲铜牌。其中2位学生是以饮食环保为主题，是用糖加巧克力豆来做出长毛像的西点艺术。热胀冷缩的情况下，它会容易爆掉，对。所以我们那时候组装的时候就非常的小心。长毛象就代表着，可能北极熊随时会跟长毛象一样灭绝这样子。今年 IKA 比赛拢总17个国家参加，英国大部分拢是西方国家得奖。高餐台校长表示，今年学校头摆用台湾队参赛，就摕到奖牌，显示咱台湾学生囡仔的手艺有世界级的水准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